伫高雄的南仔溪加工区中央路有一间专门做亚克力的公司，今早起发生火灾。这厂房使用的化学原料拢是容易导火的物件，这火是烧甲真猛，也一直传出哔哔哔哔声音。消防局来拍火了后，已经有把这火势控制落来啊。插片烟加上火焰持续咧烧，现场阁会当听到爆裂的声音，民众是赶紧来疏散。南仔溪加工区的日商所美百公司专门咧制作亚克力相关产品，早时7点外有可能原料槽附近起火，属于易燃物。透过空气的画面来看到火势咧弹是非常的紧，厂房几乎是袂当看到原本的模样。位置比较靠近原料槽啦，比较靠近原料槽。原料它是不是密闭在一个主槽里面？这个原料是易燃的吗？很易燃。那爆炸先他们瞬间就起火了。哦，那我们当下就把人员全部疏散到外面来了。消防局派180几个消防人员来拍火，加上消防机械人员进入到火场控制火势，避免拖起周边的厂房。但是烟雾嘛，互下风厝，亲像是做营、高山等等的所在，闻着真臭的味。经过环保局的检测，发现空品的相关数量有上升，会持续来检测。它是属于甲基丙基酸甲酯的易燃物。那所以在这个扑灭的部分，必须先控制火势让它能够在一定的范围里面燃烧。目前所测得的这个所燃烧的这个气体呢，基本上就是 MMA 啊，它并没有毒性。是属于裂管的，但是会有点呛鼻。市府强调，这产生的气体对人体无害，不过有插片的味。呼吁伫下风厝的居民，要甲窗仔门关好严。预计厂房内底290吨的易燃物烧了，才会当完全来拍火。而厂房的损失，也是敢有人为疏失，要后续来调查。记者王柳婷、柯正俊报道。